好吃。好，我完成了吗？我们现在来吃一间很厉害的汉堡店。哇，试一下。它这个生菜用炒过，对于我这种不敢吃生菜的人来说，真的算很好吃，因为它可以吃到整块猪肉堡。这个猪肉堡真的赞。我的这个温沙拉也是它有先炒过，配上鸡胸肉跟牛肉，都是对我们平常蛋白质上的补充都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吃饱了，这家汉堡，对。首先介绍这个蛋糕是这间店的招牌蛋糕，然后我想要请跟先吃看看这个他们招牌蛋糕，大块一点，大块一点，怎么样？蛮软哦，真的蛮软。然后再搭配一下这杯珍珠奶茶，我来帮你搅一下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珍珠奶茶？当然知道啊，都帮你点好了。来，是不是这样很搭配？没有很甜，刚刚好，蛮好吃的。吃不够，我帮你加点一下。好。可以过来了，这个找到了，OK 吧？可以，谢谢。吹蜡烛。OK。看球前可以先来吃个下午茶哦。跟你帮我拍一张照吧。好。吃一条。怎么样？你的怎么样？我这个珍珠雪花冰吃起来真的像在喝珍珠奶茶，很好吃。布丁呢？布丁也蛮专业的。那我来试看看我的怎么样好了。好吃。好了，吃饱喝足了，一起去看球吧。